的讲话碰了자동 중국 말에다 그 있으면 장법 보면 자동 중국에 다서 체가 맞다. 이 라냥데다 산제 그 수면 라냥 인자 생제率当没用啊，生产率当没用啊，生产率当那电力出路的，电力高的出路要啊，电力日本这个早晚人说的，电力日本当我的结果是吧？这一张这자동习惯这是什么的？자동习惯生产率崩不赢呢？我的生产速的水平呢，马上是生产值降的崩不赢呢，降去生产的就要要的。我生产统计，那6月的钱呢？第一次的那上去以后吧，他不修300斤挂的嘛说，人家生产值跟那800个变成的钱呢，率崩不赢呢，你长期生产买不这个，要的有的接受上去干。